国防部今仔日公布，以今仔日早时6点为标准，过去24点钟以来，有23架次中国军机，甲5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台湾甲中国之间局势紧张，美国联邦众议院是通过这个拨款的法案，其中一条条文是要求爱提供台湾5亿美金以上的外国军事用资。中共继续加大了台程度。国防部伫29公布，到早起6点的24点钟以内，侦测强机23台次，其中20台次强机是超过台湾海峡的中线，加进入北部加西南空域。上晚时阵，离过人差不多40海里，离乌兰撇45海里。另外有5台强舰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咱国防部严密的监控，美国方面也继续加大挺台力量。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拨款法案，其中一项条文要求提供给台湾至少5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法案所来将会送到联邦参议院表决，伫咧参众两院拢通过了，才会送到给总统签署生效。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而且是涵盖民主、共和两党了，一致的认为说，必须提供台湾更多的军事援助，抵抗有可能的中国大陆对台湾所构成的这种军事上的挑战。两岸局势升温，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日前甲中国的副外长马朝旭通电话，除了关心中国伫咧南海的破坏性行为，也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协防承诺坚定不移，同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从南海到台海都是美国关切的这个地区跟焦点，所以不管美国在任何层级的官员跟中国的相同层级官员在沟通的时候呢，都会把这意见讲出来。近期国际社会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表达关切，都一再的重申坚定的立场。那显见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威权主义扩张的高度关切。咱行政院也进一步表示，会继续甲理念同款的国家加强合作，甲全世界民主阵营最近来守护民主自由、法治甲人权的普世价值。记者综合报道。